今日嘅深圳行程就去咗光明區參觀一個深圳新時代10大文化設施之一——深圳科學技術館。今日落雨，影唔到佢個外觀，而呢個館由國際著名建築事務所扎哈哈迪德建築事務所同埋北京市建築設計一齊聯合設計，建築物外觀呈現 U 型，好似一艘駛向未來嘅宇宙飛船。你帶來嘅嘢放喺儲物櫃，方便欣賞深圳科學技術館，因為總面積有12.83萬嘅平方米。而呢個儲物櫃係用人面識別。科學館喺2025年5月1日正式對公眾開放。當日其實我都有嚟到，但係門票售罄。咦，遲到今日先至嚟，其實唔會遲。大家嚟之前記得喺網上預約。聚聽你好世界。深圳科學館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嘅科普教育基地同埋科技文化新地標。科學館裏邊，你會見到未來嘅主人翁喺呢度四圍去探索。探索人類嘅大腦，佢裏邊含有着乜嘢呢？含有數字文明、數字人類、創新未來。科技嘅發展帶來人類嘅轉變。未來嘅主人翁去探索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現在嘅數字文明、演進邏輯同埋數位化技術對社會治理同埋人類生活深遠嘅影響。圖像人像，你估佢係邊一個人物？當然就係領導呢個科學界嘅著名科學家。地球儀指示地球裏邊嘅電纜，海底電纜分佈圖。亞太電纜。亞太2號電纜，全長係19000米，中國。大下面。正在開發新型信息傳輸技術與研究。1969年，阿塔成功構建了首個分組交換網絡。阿塔這一創舉被視不知道咋播的，我不會。
失之毫秒，謬於千里。科學館共有7大區域，分佈喺1至5層。層係科技影視體驗區，2層你好世界展覽，4層為智慧產業，5層為宇宙探源。急城市降溫。高端技術卡頸風險。中國航大科技領域已經發展為全球領先嘅體系之一，主要由中國國家航天局引領規劃，佢覆蓋帶人航天、月球、深空探測、北斗導航同埋新興商業航太4大核心板塊。
大國博壘科技實力決定，因為鴉片戰爭甲午之戰輸咗香港，簽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日美半導體協定係1986年美國為咗解決嚴重嘅貿易逆差與產業競爭，強迫日本簽署貿易協議。探索深月工程嫦娥系，實現月球表面採樣返回，並持續推進探測器月球嘅南極任務。圖靈人工智能之父，每一位科學家都係對人類生活嘅深遠影響。神王國序，天高地回，個宇宙之無窮。吃饭了吗？再来一次吧。成日講笑，你有冇腦㗎？咁樣做得唔得㗎？科學家初頭嘅理念被普通人認為係冇腦嘅，但今時今日科學家能夠帶領人類唔同嘅生活圈子。量子科技係利用量子力學特性如疊加同埋糾纏嚟處理資訊，進行精密測量嘅新興科技，突破咗傳統科技嘅極限，主要覆蓋量子計算、量子通訊、量子感測三大領域，係將算力、通訊安全、導航、精度上帶嚟革命性發展。萬物之力係指宇宙中一切事物嘅力量同埋法則。物理學中包含咗宇宙4種基本力量：重力、電磁力、強核力同埋弱核力。科學家一直係想找尋一個終極理論，係將4種力量融合成為一個簡單公式。中國航天英雄。
斗衛星導航系統 BDS 係全球用戶提供全天候、全天時、高精度定位導航與授時服務。重型運載火箭以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為主力，近年更引進智慧柔性裝配技術，提升火箭與衛星量產與發射效率。三位重科學家，佢嘅偉大理論。伽利略通過為什麼或可否假設嘅提問方式，牛頓聯想思維，牛頓萬有引力嘅故事，愛因斯坦質疑思維，伽利略發現自由落體運動嘅規律嘅故事，要需要創新主體原有事物條件下質疑。經不覺行咗3至4個鐘頭，又拍咗差唔多1個鐘頭剪輯而成。